各位聽眾大家好，歡迎翻嚟 CAS 嘅節目，我係主持人 Lily 啊，大家好。上集咧，我哋講解到咩叫認知障礙症啦。咁但係今日咧，我就想介紹一個新嘅概念啊，就係咧叫做共面認知障礙症。咁佢係由咧悉尼大學同埋多個團體咧一齊推動嘅一個計劃嚟嘅。咁今日咧嘅節目咧，我哋都會為大家帶嚟一啲健腦嘅小貼士啦，同埋咧亦都會講解點樣從生活做起，保護咧腦部嘅健康嘅。咁亦都當然會講下華人服務社有啲乜嘢嘅配套或者支援嘅服務咧，幫助到有關嘅患者同埋屋企人嘅。咁今日咧，我哋再次好榮幸咁請到悉尼大學共面認知障礙症嘅項目推廣主任 Cynthia， 同埋華人服務社高齡服務部行政支援主任 Wendy 莫姑娘嘅。兩位好。 Hello， 大家好，我係 Cynthia。Hello， 大家好，我係 Wendy。歡迎大家咧再次上嚟呢個節目啊！咁啊，不如我先問下 Cynthia 先啦。咁我想問下咧，嗱，共面認知障礙症咧就多咗共面嗰兩個字啦。其實可唔可以講一講係啲乜啦？同埋咧，我都知道你哋做咗一個嘅研究喎。咁其實有啲咩發現咧？係啊，咁其實咧，共面認知障礙症就係我哋計劃嘅名啦。其實好多人都會問啊，咩係共面咧？其實我哋好想去俾大家一個訊息咧。認知障礙症唔係一個人面對嘅，我哋係要共同去面對。講緊咧係唔係淨係患者自己啦，亦都包括佢嘅屋企人啦，我哋嘅醫療團隊啦，甚至我哋成個社區咧都係一齊去面對認知障礙症呢件事嘅。咁我哋個計劃咧好想推廣一個訊息，就係早啲去了解、認清楚我哋嘅症狀。早啲去問醫生，唔好等到咧迫在眉睫啦，出現問題啦先至去求助喎。咁同埋咧，認知障礙症唔係一個人嘅問題，而係我哋成個團隊啦，或者我哋成個社區咧都可以一齊去面對嘅。咁我哋喺共面認知障礙症開始之前咧，其實我哋都做咗一啲唔少嘅研究㗎。咁我哋嘅研究啦，就會向華人啦、越南人啦同埋阿拉伯人嘅社區裏面咧，做咗一啲嘅訪問同埋問卷嘅調查嘅。咁呢啲嘅對象咧，亦都包括咗認知障礙症嘅患者啦、佢哋屋企人啦，甚至咧我喺社區裏面擔心患有認知障礙症嘅人啦、佢哋嘅家屬啦、長者啦等等。咁當時咧，我哋都睇到咧，大部分嘅人咧都認為認知障礙症嘅早期症狀咧，其實只係一啲正常老化會有嘅跡象嘅。佢哋咧都冇意識到呢一啲嘅症狀咧，其實係一啲健康嘅問題，係腦部健康嘅問題嚟㗎。另外啦，有一啲人咧就會認為，如果呢啲人去患上認知障礙症嘅時候咧，咁佢哋嘅屋企人啦，或者佢家屬咧，就會幫佢做晒所有屋企裏面所有嘅嘢㗎啦，接管晒佢所有嘅家務啊，或者活動啊，等佢安全留喺屋企就好啦，咁樣。咁其實咧，大家都冇意識到啦。如果我哋可以俾一啲認知障礙症嘅患者，佢喺屋企或者喺社區裏面多啲去參加活動嘅話咧，其實對於患者佢本人個病情嘅進展減慢咧，其實係好緊要嘅。其實咧喺呢個訪問之前咧，我都做咗一啲調查咧，都發覺咧其實坊間有好多錯誤嘅觀念啊，或者啲嘅謬誤嘅，不如就同我哋講解一下呢方面啦。好啊，我哋成日都會遇到一個問題嘅。大家咧都會問阿茲海默症係咪就係認知障礙啊？呢個名成日聽喎咁。我哋好想提咧，就係阿茲海默症咧，係嘅，佢係認知障礙症嘅其中一種，但係其實佢哋唔係完全相同嘅。點解我提呢一樣嘢咧？係因為咧，阿茲海默症咧，佢係認知障礙症最常見嘅一種類型啦，而佢最明顯嘅症狀就係記憶力顯著係變差。所以好多人咧都以為認知障礙就係記憶力變差啦咁，但係其實咧並唔相同嘅。阿茲海默只係認知障礙症嘅其中一種，所以咧有一啲認知障礙症嘅朋友佢記憶力會變差，但係其實咧認知障礙症仲會包含好多唔同類型嘅症狀嘅。咁佢唔一定係記憶力出問題嘅，有啲人佢記憶力完全冇問題，但係可能佢性格會唔同咗啦，佢嘅行為、語言或者能力方面咧都會出現咗唔同嘅變化嘅。咁所以咧，我哋都好鼓勵大家要認清楚認知障礙症嘅一啲嘅症狀，唔好睇漏眼。我仲以為咧冇記性咧就係呢個認知障礙症咧，原來都有咁多即係影響到個性格啊、心情啊咁樣係嘛？係啊。
另外咧，亦都有啲人咧都會以為咧，患咗認知障礙症就無藥可救㗎啦，冇辦法咩都做唔到㗎啦，淨係只可以等去俾人送去養老院啦咁。但係其實咧，我哋都好想鼓勵大家要去知道，而家已經有好多種方法可以去治療認知障礙症啦，或者有啲嘅策略可以減輕一啲嘅症狀。咁只要有適當嘅治療啦，適當嘅改善生活嘅方式。大部分嘅認知障礙症嘅患者，佢都繼續可以喺屋企裏面去生活，甚至照顧屋企、照顧自己，喺社區裏面做義工㗎。哦，咁啊，呢個真係對有關患者帶來一個好大嘅消息啊！以我所知咧，其實好多患咧對呢一個病咧都有好多忌諱嘅。其實咧，通常佢哋有冇啲咩嘢錯誤嘅觀念，而令到個患者可能會遲咗去求醫啦？我諗特別喺華人嘅社會裏面咧。我哋係一個好重視孝道嘅一個文化嚟嘅，咁好多人都會覺得照顧爸爸媽媽或者照顧長者嘅責任咧係我哋屋企嘅責任，唔好外判啦咁樣，咁甚至乎咧有問題嘅時候，我哋都唔好俾人知啦，因為咧都要顧及面子啊嘛，顧及爸爸媽媽嘅面子咁。而另外咧喺華人文化裏面咧，可能我哋都比較少去表達情緒啦，咁我哋都唔好意思俾人去知道，或者俾其他人去知道屋企人可能喺出現咗啲疾病或者出現咗一啲嘅情況喎，咁所以咧對於華人嚟講啦，要特別向外人去講出自己或者屋企人有認知障礙症咧，好多人都會覺得難於啟齒，甚至咧去面對醫生啊，面對佢就算係接受緊一啲家居照顧服務嘅時候，有時都唔好意思講啊，令到咧個病情啦嚴咗啦，咁亦都係遲咗去診斷㗎。哎呀，真係冇錯啊！所以咧，其實當自己發現呢個問題，又或者喺上一集節目大家用咗個清單做咗自我檢測，又開始發現有問題咧，都真係要去積極去求醫啊！咁我又想問下 Wendy 啦，我知道華人服務社咧每個星期咧都提供緊8000個家庭嘅服務啦。咁我相信咧，即係好多嘅護工咧都可能對呢方面有一啲嘅認知同埋經驗啦。其實你哋有冇一個比較可能特有嘅一個照顧方式去幫助相關嘅患者或者家庭啦？係啊，Lily。咁其實我哋華人服務社嘅護工啦，喺照顧有認知障礙嘅呢啲客戶嗰陣時咧，佢哋都係會採用即係我哋講嘅 person centre 啦，即係以人為本嘅呢個照顧嘅方式嘅。咁我哋強調咧就係話，盡可能滿足每一位長者嘅呢一個生活嘅習慣啦、文化背景啦，同埋佢哋嘅語言偏好。咁我哋喺安排服務嗰陣時咧，通常都會對翻啦、配對翻廣東話嘅或者普通話嘅，就溝通翻相應嘅嗰個護工啦。而且讓到長者咧，令佢哋可以即係安心同埋被理解嘅。咁喺照顧嗰個過程當中啦，咁護工會盡佢能力去即係通過即係溫柔嘅語氣啦，同埋重複嘅提示、簡單嘅咁樣嘅表述方式嚟同呢啲客戶去溝通，佢哋去完成佢哋嘅日常嘅一啲活動啊，減少佢哋嘅焦慮同埋混亂嘅，都好重視呢個情感連結咯。好似我上一期去分享一樣咯，咁都會透過一啲音樂啊，或者懷舊嘅話題，或者係熟悉嘅活動，希望係幫助我哋嘅客戶係保持心情嘅愉悅，同埋有專業嘅繼續喺度生活啦咁樣嘅。哦，咁真係好好啊！華人服務社嘅護工咧都可以體貼到有呢方面需要嘅家庭啊。咁嗱，但本身咧我都知道要照顧患者咧，都可能有好多嘅挑戰啦。咁其實護工咧又點樣去面對壓力？你哋會唔會有一啲嘅訓練啊，或者係一啲嘅配套俾佢哋咧，令到佢哋照顧相關嘅患者嘅時候會更加正面啦，同埋會更加細心咧？係，咁其實公司啦係好重視員工嘅心理健康啦，同埋佢哋嘅工作支持嘅。我哋其實都會不定期咁樣去提供一啲相關嘅培訓啦，同埋支援啦。咁護工係可以透過我哋平時嘅一啲團隊嘅會議啊，同埋一啲督導嘅活動嚟抒發自己嘅壓力啦，獲得一啲即係情緒上面嘅一啲資源嘅。我哋嘅排班嘅同事啦，都有提醒我哋嘅護工啦，要關注自己嘅身心健康啦，保持良好嘅休息同埋運動同生活嘅平衡嘅。咁好多護工咧，其實都有曾經表示過啦，當佢哋睇到自己嘅一啲客戶即係露出咗好開心嘅笑容嗰陣時，同埋有家庭有家屬嘅一啲感謝嘅信啦，或者係面嗰陣時咧，其實嗰份成就感咧，佢哋都係覺得係即係支持佢哋繼續去提供呢一個服務同埋呢份工作嘅一啲原動力咯。
冇錯，用心照顧有需要嘅患者咧，真係好重要啊！咁我知道咧，好多已經有認知障礙症嘅患者，可能喺家居生活嘅上面咧，都可能要特別多啲注意嘅地方啦，特別係安全啊咁。不如你可唔可以提供一啲嘅建議俾啲家屬喺家居環境上咧，應該有啲咩嘅調整咧？係，咁其實咧好多時候，如果係我哋咧即係有認知障礙嘅一啲客戶嘅話咧，我哋嘅協調員咧其實會幫佢哋去安排一啲叫做職業治療師嘅一啲評估啦，同埋或者係註冊護士嘅配套服務。咁可以喺有幾個方面着手啦，例如係簡化佢嘅屋企嘅環境，減少一啲雜物嘅堆砌啊，保持呢個道路即係佢屋企入邊嘅道路嘅暢通，咁可以令到呢位長者可以喺屋企入邊係安全行走啦。除此之外咧，例如係一啲清晰嘅標籤或者係圖片，咁去幫助佢哋去認知。即係喺唔同個空間，究竟呢一個空間係屬於一啲乜嘢嘅地方？例如係一啲圖畫去顯示係廚房啊，或者係有一啲中文嘅字去寫咗係廚房啊、廁所啊，去容易去幫助佢哋辨識空間等等咁樣。咁除此之外咧，仲會裝咗一啲例如係一啲防護嘅措施啦，喺例如係佢哋嘅浴室安裝咗一啲防滑墊同扶手去。並且咧會即係要確保燈光嘅充足，咁樣對於佢哋咧就冇咁容易去混淆唔同嘅區域，例如係邊度係出口啊等等㗎。咁有好多時候咧，可能佢哋仲會係幫助家人貼咗一啲唔同嘅顏色，去等呢一位長者去明白，其實呢度就係一個出口啦，可以行翻去另外一個空間咁樣㗎。此外啦，咁仲都有建議啲家屬將一啲重要嘅物品啦，例如係一啲鎖匙或者係藥物啦，放喺一啲固定嘅位置。咁仲有就係通過一啲日曆大啲嘅字去提醒翻呢位長者去保持佢嘅日常嘅規律啦。咁就可以喺一啲小嘅改變上面咧，可以慢慢咁樣係降低一啲意外同風險。等呢一位即係有認知障礙嘅長者啦，可以熟悉佢自己平時嘅日常生活環境咁樣。Wendy 呢個真係好好嘅建議啊！我相信呢個係大家都用得着嘅地方，而且係一啲小嘅改動啦，但係就可以為長者製造到一個安全嘅環境啊！呢個咧希望大家都好好記低啦。咁我想問翻阿 Cynthia 啦，咁如果咧真係擔心自己會患上呢個認知障礙症，其實第一步應該點樣做咧？同埋嗰個診斷嘅過程又點嘅咧？我哋第一步咧都鼓勵大家，首先要去睇你哋嘅家庭醫生，即係 GP 啦。因為咧醫生係因為家庭醫生咧會為你去做一個檢查啦。有時咧我哋發覺擔心自己患上認知障礙症，但係有時咧其實呢啲嘅症狀或者變化並唔係因為認知障礙症，亦都可能係有其他原因去引起嘅。咁所以咧我哋都好鼓勵大家，首先要去睇醫生，先可以清楚知道發生咩事，先可以對症下藥嘅。咁如果講到診斷嘅過程啦，咁診斷嘅過程咧，其實人人都唔同嘅，但係一般嚟講咧，醫生都會進行一個詳細嘅問診啦，去了解翻病人整體嘅健康嘅情況，同埋自己啦或者屋企嘅一啲嘅家族嘅病史啦。咁例如係症狀出現嘅時間啦、發展嘅過程啊。咁另外就係日常生活嘅功能啊、生活習慣啊等等都會去了解到嘅。咁呢啲咧都可以俾醫生去了解到病人一啲認知能力嘅變化嘅情況啦。咁所以咧，我哋之前提過咧，我哋都有一個嘅症狀檢查變化清單咧，其實都可以幫到大家去用嗰個清單，亦都會俾醫生去更加清楚大家俾醫生更加清楚了解大家嘅變化嘅。咁家庭醫生咧都會即係做完個初步了解之後啦，咁可能都會安排一啲嘅身體檢查啦，亦都有可能會轉介病人去到專科嘅醫生，例如係神經科啦、老年科啦、精神科等等，咁做一個更加進一步嘅評估嘅，例如係一啲腦部嘅掃描啊等等嘅。咁所以咧，成個嘅評估嘅過程啊，或者診斷嘅過程係好全面嘅，亦都需要一啲嘅時間。所以我哋成日鼓勵大家就早啲去問醫生，咁啊早啲去安排時間去進行個檢查同埋診斷啦。所以咧，即係早啲求醫咧，真係好重要嘅第一步啊！講到呢一度咧 Cynthia 可能大家都好想知，咁有啲咩我實際而家可以做啊？有冇啲可以令到個腦部健康啲嘅健腦小貼士咧，可以幫助減低有關嘅風險咧？好，
咁呢個咧係一個好消息嚟嘅，係有嘅。因為咧，我哋成日都話一個人嘅佢成個人嘅健康嘅狀況，其實係會影響到腦部嘅健康。咁所以好基本啦，戒煙啦，唔好過量飲酒啦，保持社交、心理健康等等，呢啲都好緊要，可以保護我哋個腦部嘅。咁亦都可以減低患上認知障礙嘅風險啦。咁另外啦，當然均衡飲食都好緊要㗎。有啲朋友成日都話以形補形啊，係咪啊？食豬腦咁，咁但係其實咧食豬腦啦，因為其實都係膽固醇啊或者飽和脂肪酸嘅含量比較高喎。咁食得多咧，其實對健康係反而係不利嘅。我哋成日都鼓勵大家，其實我哋需要做嘅咧就係均衡嘅飲食，有營養嘅飲食。咁另外一啲身體嘅健康嘅狀況，我哋都特別留意嘅，例如體重啦、血壓啦、膽固醇啦，都要盡量控制喺健康嘅水平。如果有糖尿病、視力、聽力等等嘅問題咧，都要盡快睇醫生啦。咁等醫生可以幫手去改善呢啲問題。因為咧好多人都唔知道，其實咧如果有聽力嘅問題，但係我哋唔理佢，其實係會增加患有認知障礙症嘅風險嘅。但係如果你有聽力嘅問題，但係有適當嘅幫助，例如戴助聽器等等，咁呢啲風險咧又會降翻低嘅。其實好多時咧，有啲屋企人咧發現咧，另外一個屋企人原來開始已經有呢個症狀喎，但係好難同我展開呢個對話，一講佢可能會即刻好抗拒。其實你有冇啲咩建議點去開展呢一個對話咧？呢個係一個唔容易嘅對話嚟嘅，我哋都好相信啦。咁如果成個屋企嘅家庭成員都可以有一致嘅訊息，例如鼓勵對方去睇醫生，咁樣對方更加容易會接受你嘅意見啦。咁第二就係都要揀一個適合嘅人去傾啦。咁可能都會有一啲嘅屋企人同呢位朋友嘅關係比較好啲嘅，比較信賴佢嘅，咁容易同佢傾啦。咁另外當然係要揀一個適合嘅時機、適合嘅方式。咁我哋傾呢啲咁重要嘅話題咧，盡量都係一啲安靜啊、熟悉嘅環境，同埋喺對方心情好嘅時候、心情放鬆嘅時候去傾嘅。咁啊係支持同鼓勵咧，真係好重要嘅。咁嗱，如果有相關嘅家屬咧，其實佢有咩渠道可以攞到一啲嘅支援咧，或者社會有冇啲服務嘅機構啊，或者專業機構可以幫到佢哋咧？其實有好多㗎，因為喺日常照顧方面咧，咁好多機構啦，咁包括華人服務社啦，都會提供一啲家居照顧嘅服務啊，或者日間暫託等等啦。咁而針對認知障礙症嘅情況咧，咁澳大利亞認知障礙症協會其實都為所有嘅認知障礙症嘅患者啦、屋企人啦、照顧者都有提供支援嘅。大家都可以睇佢哋嘅網站啦 Dementia Australia 去下載呢個認知障礙症指南，去了解佢哋嘅服務詳情啦。咁又話唔係喎，我都唔係好識上網喎，或者唔習慣喎。咁咧另外咧，其實都有一個全國嘅認知障礙症幫忙熱線嘅。咁呢個 helpline 啦係24小時可以通話嘅。咁呢個電話號碼咧係1800-100-500。1800-100-500，咁裏面咧會有專業嘅醫療人員啦，咁同大家去討論翻你自己啦或者屋企人嘅情況嘅。咁當然啦，呢個係一個英文嘅電話號碼啦。咁如果需要中文口譯嘅話咧，大家都可以首先去打 TIS 嘅翻譯服務，就係131450。咁先打呢個翻譯服務，咁講出你自己嘅語言啦，咁然後就請口譯員幫你去打頭先講1800嗰個熱線電話嘅。呢個資訊真係好有用啊！直接有個電話，咁我哋聽眾咧可以咧打呢個電話去揾到你嘅需要啦。咁最後咧，不如我都想問一問啦。咁我知道呢個共勉認知障礙症咧，呢個計劃咧都有同華人服務社合作啦。咁可唔可以講一講你嘅合作內容，亦都點樣可以幫到華人社區咧去認識呢個共勉認知障礙症咧？可以啊，華人服務社咧其實係我哋共勉認知障礙症計劃嘅重要合作伙伴嚟㗎。咁喺過去幾個月咧，我哋都已經一齊合作咗，舉辦咗好幾場嘅社區嘅講座啦，向華人啦同埋越南人嘅社群去推廣關於認知障礙症嘅資訊嘅。咁我哋亦都去製作咗一啲嘅短片啊，同埋一啲中文嘅文字資料咧，咁都係CAS 啦，華人服務社咧都好都同我哋一齊去推廣呢啲資訊嘅。咁如果大家咧有興趣，好想了解多少少我哋認知障礙症嘅資訊，或者共勉認知障礙症計劃嘅資訊咧，咁都可以嚟到我哋嘅網站啦、Facebook 啦、微信或者去小紅書去搜尋共勉認知障礙症，就會睇到呢啲資料㗎啦。
可能咧好多聽眾聽到呢度咧都好想聯絡華人服務社，想了解下咧各類嘅服務嘅。Wendy 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咧，其實華人服務社有邊一啲嘅支援或者係一啲嘅服務可以幫到相關嘅家庭或者患者咧？係 Lily，咁我哋華人服務社咧，其實係一間就係大家可以知道聽出係由服務社區啦，關懷長者為宗旨嘅一個非營利機構嚟嘅。咁我哋嘅服務對象咧，從幼兒啦到長者，其實都係有涵蓋啦。咁特別係為多元文化背景啦，尤其係華人社區咧，係提供嘅貼心嘅支援嘅。咁對長者嚟講啦，咁我哋剛才已經有提到我哋嘅主要嘅服務之一啦，就係我哋嘅 HCP 啦，登門護老服務啦。咁就可以讓我哋嘅長者可以喺自己嘅家中咧，係安全舒適咁樣去繼續生活啦。我哋個護工會協助處理佢哋嘅日常嘅起居啊、家務啊、交通接送等等呢啲社交活動嘅，咁就幫助佢哋繼續喺家中更好咁樣生活啦。咁除此之外啦，我哋亦會有剛才提到嘅一啲長者嘅日間活動中心啦，咁可以令到長者咧係可以同佢哋嘅朋友一齊唱歌啊、做運動啊、外出活動啊。特別對有認知障礙嘅或者係嗰啲長者咧，就有一啲相關活動嚟幫助佢哋保持愉快嘅心情啦。仲有就係刺激佢哋嘅記憶啦。咁除咗我哋家居高齡服務之外咧，咁華人服務社其實仲有好多嘅其他嘅社區支援嘅項目啦。咁包括咗有心理健康推廣例如好似係訴心事啊呢啲熱線啦，仲有 NDIS 我哋講嘅殘障服務啦、托兒服務啦、青少年嘅活動等等嘅。咁可以講，其實我哋係希望做到就係從幼到老啦，一生相伴咁樣啦。喺每一個人嘅唔同嘅人生階段，其實都有提供咗一啲相關嘅支援服務㗎。咁係希望可以幫到社區嘅每一位聽眾啦咁樣。我啱啱聽到咧，即係無論係起居生活啦、心理支援啦，或者一啲日常嘅生活嘅一啲個活動咧，其實你哋都照顧到嘅。咁如果大家咧想了解更加多華人服務社嘅服務咧，可以到佢哋嘅網站 www.cass.org.au 或者致電97894587 97894587。再次感謝咧兩位今日帶嚟豐富而且係咁深入嘅資訊啦，令到我哋咧了解到共面認知障礙症咧唔單止係一個名嘅，亦都幫助我哋咧破除咗呢個疾病嘅誤解啊，亦都令到我哋知道咧點樣為患者提供最好嘅一啲嘅支援嘅。加上我哋今日咧都分享咗啲實用嘅健腦小貼士啦，咁希望大家咧可以由呢個預防啊同埋延緩咧都知道係由生活中去做起嘅。咁大家如果想再睇多啲華人服務社嘅咧資料咧，我哋其實仲有好多個社交平台嘅，包括 Facebook、YouTube、WeChat、WhatsApp 同埋小紅書，咁喺上面咧都可以瀏覽到 Wendy 正話提到嘅一啲各式各樣嘅活動嘅。再次感謝兩位今日嘅分享，希望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